唱出来。唉，你吐啥物气啊？唉，你是安怎？无啊，无啊？你毋是上爱唱歌，紧唱啊？这样是安怎？当作点唱机许啦。无啊，免钱的，哪是点唱机？哦，你摕10箍来，我唱互你听啊。啊，你着免钱，我通常摕钱互你。自今日开始爱收费啊。啊，你到底是有要唱歌无？无啊，我着想无中秋要唱啥物歌啊？想无？啊，有啊，我知影一条。哦，紧唱。中秋月暝，我是毋是录着麦克风？中秋月暝落水重。你紧唱，创啥？你紧唱啊！山顶见。山顶的歌梦嘛已经红。春夏秋，你较认真的好无？春夏秋冬伤假啦。手真强哦！冲！啊，但是要录偌久啦？嘿啊，等下观众朋友想讲，咱今仔日是毋是切毋着台？无啦，想讲中秋啊，放较轻松咧啊。对啦，有放假。观众朋友听即集了后，过来就休困啊。真诶，足欢喜诶。欢喜嘛是做工课啊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开始啊。好，我来转换一下心情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吉大亏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白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会讲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等的写来的，等下哦，毋是第一张，毋是第一张，唯一的一张，对，无毋对。唯一的一张批是等的写来的。黑边白边恁好，虽然恁讲9月主题是中秋趣味的代志，甲开学的心情，我想想咧。有一档中秋节的代志会当甲恁分享，毋过和趣味也是开学无关系，颠倒是小可恐怖。我会记得囡仔时，有一档的中秋是伫亲戚因兜过，即个亲戚的厝是正生互灵迄款旧式建筑，伫半山轮啊，叫做行的。若是骑奥多摆去哩，吹油一定爱吹甲真崩，若无会像旧咧白，比人又行的佫较慢，而且路无闊。生只活也是倒活的时阵，爱特别注意，才袂人甲车拢倒落去。虽然无好行达到遐，毋过就是因为伫半山轮啊，所以月亮和天气拢特别光，大家做伙斗阵的气氛特别好。差不多中秋进前一礼拜的时阵，有参加的戴口罩、先讲好势，爱穿的项目、熟棒、菜色、凉的，甲工具设备拢分配好好。买物件的时阵，数量才抓会准。前一天，阮阿母就含蒜头、生猪肉、蓝豆油、掺胡椒，刷落来，甲肉片放冰箱，互入味。到中秋迄天，下晡要我5点，阿爸就骑乌多摆载我甲阿母出发。迄时的大路车无济，愈挖山区迄边车阁愈少。我坐伫上头前，沿路凉凉的风吹来，田园的气味嘛闻会到。即马想起来，真少量迄当时的空气品质。阿爸骑差不多10点钟久，到位的时，日头已经落山，大人大家拢无闲试试咧展现煮食的功夫，囡仔就无闲咧耍心实的冤家相拍。熊，我听到一个大人讲：“非洲边有雨伞站呢！”我回头过去看，一尾甲花雕马共款配色的蛇，日本人都伫遐看看散步。阮规阵囡仔行到伫遐，远。后来大人查甫的去讨论要安怎处理迄条蛇，查某的就继续顾烘炉，若无顾烘炉面顶的肉甲菜是会臭火呆。落尾，迄个无人请煞家己来的人客安怎处理，我嘛毋知，因为规阵囡仔伫离远的所在过耍，无去注意到，嘛有可能是阮拢相信大人会保护阮的关系。我雨伞站呢，我阁毋捌看过，加载无人互加着啦。真诶，毋是啊，后壁阁有内容啊，你即摆是停落什么意思？换你念啊。唉，
好啦，安尼继续来两批。是讲雨伞节是啥物时阵，互人列做保育类的野生动物？我查无网络的资料，毋过有查到2018年的时阵，林务局甲雨伞节降级做一般野生动物的残疾啊。这是因为评估因的数量、生活面积的威胁等等的条件以后所做出来的决定。毋过雨伞节也是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，人类袂当黑白甲伊伤害。若无是会去互政府处罚。这个时阵，我想起台语的处境，就亲像需要保育的动物同款。若是大家无插台语的未来，台语会愈来愈少人讲，渐渐消失去。袂输是动物要坐整，以后后代敢若会当透过影片也是册本，知影讲台语捌存在过。毋过，掠准台语有优先的环境甲资源，互愈侪人愿意学、愿意讲，甚至是愿意来写。我想有一天会因为生活中常常使用的台语的人数变多，变做是台湾人的自然语言，安尼台语就会为保育类成做一般类的，袂妨消失去。我的中秋故事就是安尼，甲您分享。上尾祝福乌边甲白边中秋节快乐！真感谢大家祝福，嘛祝你中秋快乐哦！中秋快乐！啊，讲到中秋，你会想到啥？当然嘛是拄则等你讲的烘吧。我嘛是呢。但是咱今年足侪所在拢无法度烘吧，足可惜的。真的有影无彩，真可惜。啊，无咱来线顶烘吧好啊，来教大家实在的台语。好啊，安尼我甲你考，你来回答。你大概拢安尼。紧的啦。好啊，我巧，我一定拢会，你来。哎哟，安尼要开始啊！好，牛肉、牛肉，而且一定是牛排迄个部位上好食。哎哟，牛排的部位太济咯，到时阵佫念念会佫万底深坑，咱等下讲毋着会去用念。这就到遮就好。佫来是猪肉、猪肉，阮兜拢会烘迄梅花啊，或者是夹心肉。恁兜咧？阮兜有迄三层的啊。三层的。就是皮甲伊烘甲安尼酥酥安尼，好食。好，佫来鸡肉，油油的，紧的啦，鸡肉、鸡肉、鸡腿、鸡腿、秋刀鱼、鳝肉、虾子、虾仔、花枝、花枝、小管、小羹仔、透抽、透抽。哎哟，那就真厉害哦！好，佫来香肠、烟肠，烟肠有足侪讲法呢。恁兜烟肠啊，烟肠一定爱高粱的烟肠才好食。是啦，毋过我个人较爱食原味的。过来，米血、米花、猪血粿、贡丸，也就是贡丸，就贡丸啊。哎哟，吐司、熟胖、玉米、番麦、香菇、香菇、金针菇、金针菇、青椒、大肠仔、玉米笋、番麦笋、茭白笋、咖白笋、四季豆、面豆仔、葱、葱仔、洋葱、葱头、大蒜、蒜头、蒜苗、蒜仔、柚子、油仔、凤梨、往来。等下，像咧烘食呀哈。看到拢嘛会使烘。人讲迄油啊烘会甲迄皮滴头壳顶啊，会发痰门哦。你莫有白教啦，等下去用豆豉要安怎？无啦，迄我听到的都市的传说啦。网友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毋通黑白学啊，听听咧笑笑就好哈。嘿啦，甘久。好啊，佮问饮料好啊啦。恁拢啉啥物饮料？汽水、汽水、讲到汽水，佮有分啊，可乐、可乐、啊，佮有沙士、沙士，毋是迄个沙士哦，是沙士。多谢你的解说啊。啊，佮有迄啊有气的，佮有秘鲁，有气，就较正经的啦。你要考秘鲁吼？对啦，啤酒。多谢你哦。免客气。佮有无？高粱酒、高粱酒、威士忌、whisky。等下，这个英文的。还要买通啦。安尼若像差不多啊。毋过拄则咱讲遐济啊，恁兜敢有啥物是一定爱传的物件？我先讲，阮兜就一定爱有番麦，而且吼，佮爱用cream姆啊。对啊，咱拄则乃无讲着cream姆，cream姆就是奶油啦。用cream姆抹无来了，才摕落去烘。
素芳，阮兜的囡仔偌爱食咧，啊恁兜咧？阮兜是爱有烟肠，因为大人拢爱食。阮阿爸上爱加蒜头配米露，烟肠加蒜头，米露来一杯。咦，爽快！会奇怪吼，听众朋友会感觉想讲，伊切毋着台无？啊，一定是因为咱要放假啦。嘿啦，就因为要放4天啊，听众朋友吼，中秋的时阵若感觉无聊吼，甲阮的这广播搁摕出来听一遍啦。安尼你就有伫咧线顶航班的感觉。喊起来！啊，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真侪政府是规定讲袂当伫咧户外航班，所以若是伫咧厝内航班的时阵，千万得注意安全哦。咦，爱注意哦。系呀，即两个黑白边真正害去啊！即摆敢若会当黑白边啊。好啦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即句是我咧讲的呢。虽然我就想要放假，毋过我嘛是会收尾啊。好啦，行李，请开始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就是要甲你叫，甲你叫袂使收入去啊！观众朋友啊，真要叫人岛内啊！来岛内啊！毋是啊，观众朋友啊，然后咧，想要听黑边唱歌，知影应该安怎做啊？吼，岛内躲起来！你莫啊乱啊，赶紧开始！你不是要叫我唱中秋的歌吗？你拜托你讲的，你录出来无共款，这是在做啊？好好啊，但是创新。我有那个加落去 NG 内底，互观众朋友知影讲，你咧创啥？你啉茶哦 ，ASM 啊。你就烦了呢。哦，你开始嘅。才袂人。所以月娘和天星特别光，所以青你的青个这两个清楚。甲工具设备拢分配好。买物件的时阵数量。你莫你笑啦。雨伞节。围墙边啊，围墙边有雨伞节，我滑头过去。雨伞。你在讲，你在讲讲给你袂当阿妈，我嘛知影你想要。先来教大家一寡实在的台语。搞个讲一你个阿妈甲嘴暖老菜。菲力是吧？秋刀鱼，秋刀鱼，你确定？你有查吗？你有查？金针菇，金针菇，金针，金针菇。啊，油啊，对啊，先柚子再凤梨啊。啊，你说油啊？你把我的讲错。苹果西打，苹果西打，收糖。可以讲英文是不是 ？Apple soda，Apple soda，苹果是你囝用，你问伊西打。